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泰安，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。那台语自修室就是要学台语嘛 ？OK， 第一个台语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图书馆拍影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叫图书馆。那你会念吗？不会，那你念一次。图书馆，好，我还是教一下他们好了。OK， 好，图书馆呢，图嘛，图书馆。正确来讲，照翻的就要念图书馆，对，图书馆。那一般老一辈有时候会念图书馆，因为读书是读书嘛，读书是台语是读书，所以老一辈会念图书馆，读书的读。那正确是要念图书馆，图嘛，画图那个图，图书馆，这样才对。正确的要念这样子。那你们要再念一次。图书馆。OK， 两个都给过，两个都念得很标准。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台语吧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台语。OK， 那第二个台语呢？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节目非常好看，就叫《台南爱读册》。搜寻台南爱读册，订阅台南爱读册。对，那所以书的台语是册吗？那这样就变成台南爱躺册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们有听过哪个台语这样念的吗？拜托一下，台南爱读册，册是书的意思，册又可以叫书啊。书的台语是册，不是册，那差很多。它就是台南爱读册，这个节目蛮好看的，对，你们帮它念一次。你说台南爱读册，台南爱躺册，台南爱读册，就是台南爱读册，对 ，OK， 好 ，OK， 都学到了哈。好，那你再念一次。台南爱躺册。 OK， 拍手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第三个台语喽。好，那我们来教第三个台语喽。你不是说要教俚语？对啊，好了，不然我就教你们一个俚语好。可是我怕你们学不会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教俚语吧。那俚语就是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OK， 听得懂吗 I know。那你们先念一次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 OK。看完这能我人看。然后泰国语，OK， 好，我来教你们，就是呢，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，甘愿做牛，不惊无犁通脱。没有啦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如果认真努力工作呢，你如果认真努力，你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啦。就就是叫人家要认真努力啊，对。那甘愿就是甘愿嘛，甘愿做牛做牛嘛，然后唔惊是不惊，因为就是不怕啦，其实就是不怕啦，唔惊嘛，要多一点。甘愿做牛唔惊无犁，无犁嘛。无理哦。无犁怎么写呢？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对，犁就是那个犁田那个犁啊，就是牛车那个犁田有没有？牛犁田那个犁，然后通脱，拖啊，汤的就是可以的意思，汤就是不可以嘛，汤就是可以，拖就是拖啊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，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比较了解吗？那你们请咯。先吧。好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OK， 我给你80分。你呢？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甘愿唔惊无犁通拖。我只能给你50分啊！你至少音有对啊，可是我真的听不太懂。那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不要拼100分？好啊，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给你40分，更低，还给我念错，好吧？那
我再念一次，然后你们再念一次。好啊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贪拖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贪拖。OK。干嘛这种给我的话？好。因為中午唔夾我哋睇拖。拜拜。頭家我俾個俾特別糊啲。頭家我俾個俾特別糊啲。頭家我俾個俾特別糊啲。頭家我俾特別糊啲。都幾會啲。頭家我俾特別糊，頭家我俾。喂，點啊啦？喂呀，唔係嘅妹啊！